秀林乡公所于108年11月15号至109年3月15号，在太鲁阁族文化创意园区办理108年公益课程培训成果暨流光物象回游原乡画展的活动，并于108年11月29号办理开幕仪式。太鲁阁族族群委员吉洛哈鲁克、县府北区主任尤黄明、秘书胡孝明、代表白世义、村长洪明辉及各村部落事务组长皆一同共襄盛举，活络我们本乡的各项的产业经济这个是一直我们秀林乡公所及玫瑰乡长的最重要的施政方向之一啊。所以每年呢，我们公所都会在部落办理一些研习课程，还有一些产业的培训，等等这样子的课程啊。公所也会办理一些奖补助鼓励我们地方的老师们，目的呢，希望就是要将我们本乡的独特的产业文化发扬在我们这个主流社会当中本乡期望借由本次回游原乡画展的策展活动，开拓太鲁阁族文化创意产业市场，提升本乡太鲁阁族产品形象。同时，也透过本乡具备太鲁阁族文化元素之工艺品，使主流社会了解太鲁阁族人文特质与内涵，进而带动本乡地方产业与活络部落经济的效果。秀林乡公所美宣组蔡承勋报道。秀林乡的 LINE@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 赶紧加入我们，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还在等什么？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